靈情私語哥林多前書11章2至6節，論女性蒙頭。我稱讚你們，因你們凡事紀念我，又堅守我所傳給你們的。我願意你們知道，基督是各人的頭，男人是女人的頭，神是基督的頭。凡男人禱告或是講道，若蒙着頭，就羞辱自己的頭；凡女人禱告或是講道，若不蒙着頭，就羞辱自己的頭。因為這就如同剃了頭髮一樣。女人若不蒙着頭，就該剪了頭髮；女人若以剪髮剃髮為羞愧，就該蒙着頭。保羅討論完拜偶像嘅事之後，而家佢要處理嘅係女性蒙頭嘅事情。佢以神學同文化嘅整合，帶出屬靈原則，俾教會合宜咁處理。第2至3節文化定律。保羅首先欣賞哥林多教會以往非常接受保羅嘅教導，佢以頭嚟說明一個順服權柄嘅道理。基督係各人嘅頭，佢係教會之首。男人係女人嘅頭，女人當順服男人。神係基督嘅頭，基督順服神指示作工，呢個係神嘅命令。女人當順服男人，係指喺角色上嘅從屬關係，喺本質上男人同女人係平等嘅。第4至6節屬靈定律。男人蒙住頭禱告或者講道，如果蒙住頭就羞辱自己嘅頭。猶太人嘅傳統，男人係蒙住頭嚟禱告，佢哋一般都係咁樣做。但喺希臘文化當中，蒙頭係一種憂傷嘅記號，因此喺哥林多嘅處境中就唔應該蒙頭，因為佢如果蒙住頭禱告，就係對基督嘅羞辱。呢個係文化上嘅考慮。喺女人方面，如果佢要禱告同講道，就應該蒙住頭，因為唔蒙住頭就等於剃髮一樣。喺希臘文化當中，男人應當係短髮，女人應當係長髮，只有妓女先至係短髮。因此，束短髮同唔蒙頭喺佢哋嘅社會當中被視為羞辱，並且係羞辱佢嘅丈夫。呢個係唔順服丈夫權柄嘅表達。保羅處理女性蒙頭嘅問題係從文化角度入手，因為呢度嘅文化需要女性蒙頭，為咗別人嘅緣故就應當蒙頭。女性咁樣做喺佢哋嘅標準嚟睇，係表達出嗰種莊重。保羅其實係應用之前處理食偶像嘅祭物嘅原則。我哋雖係自由人，凡事都可作，但為咗別人嘅良心，我哋就唔做。蒙頭嘅事都一樣，為咗別人嘅觀感，女性應當蒙頭。喺傳福音嘅事情上，有啲困難唔喺真理上，係喺文化差異上。保羅喺呢件事情上處理得好恰當，成為我哋學習嘅榜樣。喺呢度叫我哋反省到，第一，喺一啲唔係真理嘅事情上，為咗福音嘅緣故，學習俯就別人；第二，喺聚會當中當有莊重嘅衣飾，免得叫人跌倒；第三，各人都當學習順服權柄。親愛天父，保羅嘅教導指出，我哋雖係自由人，但考慮別人嘅觀感，人就約束自己，免得我哋嘅侍奉被人毀謗。求天父常常提醒我哋，為咗神嘅榮耀同福音不被攔阻，我哋要學習約束自己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點解保羅喺呢度強調女性要蒙頭？第二，現今教會女性點解唔使蒙頭？第三，點解讀經要思想文化差異嘅問題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